陽光照亮你的心扉，陪你走過情緒的低谷。主題一：從孤獨到連結。孤單。希伯來書13章1節：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。喺丈夫過世之後，貝蒂大部分嘅時間就留喺屋企睇電視，自己一個人品茶。好似佢咁樣孤單嘅人有好多。根據統計，超過900萬嘅英國人，大概佔人口嘅15%，話佢哋常常感覺孤單寂寞。而英國政府就已經指派一位部長，設法揾出孤單嘅原因，並且提供協助。嗱，有一啲孤單嘅原因呢，我哋可以好容易睇到嘅，例如頻繁嘅搬遷啊，無法同人有深入嘅交往，或者覺得自己都可以過得好好噶，唔需要朋友。另外，科技嘅發展亦都造成疏離，因為人人都埋首於自己眼前嘅小熒幕。其實我偶爾都會感到孤單，唔知你係咪一樣呢？嗱，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好需要屬靈同伴嘅一個理由。而聖經希伯來書就深入探討咗耶穌嘅犧牲，並且鼓勵信徒要持續聚會作為總結。希伯來書13章1至8節：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，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，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。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，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；也要紀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。婚姻，人人都當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穢，因為苟合行淫的人，上帝必要審判。你們全心不可貪愛錢財，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，因為主曾說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：主是幫助我的，我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，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。耶穌基督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。冇錯啊，正如經文提醒我哋都係上帝家中嘅一份子，所以我哋務要常存弟兄相愛嘅心，唔好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。嗱，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盡一份心力，相信人人都能夠感受到被人關懷。嗱，雖然孤單嘅人或者咧就唔會回報我哋嘅好意，但係我哋又唔能夠因為咁樣唔再關懷佢哋㗎噃。耶穌已經應許佢永遠唔會離棄我哋，所以我哋應當因為咁樣而得到激勵，以愛心對待他人。你係咪仍然感到孤單啊？你可以用乜嘢嘅方式服侍主內弟兄姊妹呢？我哋要知道啊，喺主耶穌裏面，主內肢體嘅關係呢，將會從今時一直持續到永遠。反思，
有冇邊一位需要你伸出友誼之手啊？呢個星期你又打算點樣喺教會或者社區度服侍人呢？讓我哋呢個時候一齊禱告啊！親愛嘅主啊，願你嘅愛注入我嘅心，幫助我走出自己，走向他人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各位朋友啊，讓我哋學習給予他人支持，主動幫助他人啦。嗱，咁樣咧就唔單止增強彼此嘅關係啊，仲能夠讓你感受到自己嘅價值同連結㗎。鼓勵你今日就開始改變自己啊！如果你鍾意當中嘅內容，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，同時邀請你可以登記成為我哋嘅讀者，定時收到我哋每一日發放嘅心靈訊息，盼望能夠同你一齊經歷上帝豐盛嘅恩典，同心同行，願上帝賜福於你。